南韓有女消防員經常被逼同上司聚餐陪酒，其後自殺。總統李在明話，涉事消防部門講大話，要求徹查事件。事主入職4年，隸屬光州廣域市嘅光山消防處。朝鮮日報報道，2024年8月，光山消防處新官上任，事主被逼聚餐陪酒嘅情況加劇，最終喺舊年10月3號跳樓自殺。佢嘅未婚夫話，事主係擔心遭到排擠，先至前往聚會，期間被逼飲燒酒同埋啤酒。家屬前往消防廳陳情，加上當地嘅消防員工會要求徹查問責，事件惹起關注。總統李在明星期二喺青瓦台開會嘅時候話，事主家屬所言屬實，批評強迫女員工坐喺上司隔離陪酒，係將啲女員工當成玩物。光州消防安全本部一度聲稱，事主係因為感情問題而自殺。李在明批評涉事部門講大話，對事主嘅親屬造成2次傷害。佢已經下令徹查事件。